这个泰鲁阁败马事件今仔日来到第4天，目前死亡的人数50个人，其中有49个人已经来确认着身份。这个第49个罹难者，就是这几天甲家属失去着联络的网络的明星吴祥成，伊是买车票，徛伫第8站的车厢，遗体真歹来辨识，最后是透过 DNA 的比对才确认这个身份。另外，伫这个罹难者当中，26岁瓜俊杰。 即阵是要转去带爸爸到台北来看医生，但是这个真有效的后生却拄着死劫，伊的老爸哭一暝，哭到人脱水，紧急送病院。警察车开路，互瓜俊杰总算转来啊！深水埗路的人目屎挡袂牢，阁流出来。唱安魂曲，希望有效的瓜俊杰行会开骹。伊才26岁，一摆转来，资本是想要带人无爽快的爸爸去台北找医生，佮暗算接爸爸去北部给照顾。说想不到会坐到这班车。从小是很乖，长大也是很乖。本来有生病嘛，我就去台北看病。 送后生离开，和爸爸真一暝艰苦甲红送病院。也没有自己的家，也没有什么地，所以一切生活其实都是靠这个孩子来支撑家庭所有的开销。规个婚姻经济大部分都是靠后生，同款失去生活重心的，各所有名因兜的人。事故发生，离婚妻就早情人节收着雪尾红仔来烧钱，互人看个真唔甘，加上妈妈抢伤，真无负责任。 用监视器怎么可以讲说没有？他这样推卸责任，应该那这样他就是应该要等他担起这个责任起来。在第8站车厢，嘛佮比对出一个过往者的身份，伊是29岁 YouTuber 吴享贤，常在伫家己的频道分享健身甲美发的撇步。伊买车票锁伫车号内底，伤较受严重，互人认袂出来。尾仔透过 DNA 比对，才确定伊的身份。